工永贞，梦想天地开阔。湄公永贞集团前身湄公永贞红木家具有限公司，成立于2015年。2019年开始整合各方优质资源，重组为集团企业。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，已形成以酒店、餐饮为主导，同时业务领域涵盖投资、咨询、培训、管理、休闲、娱乐、旅游、茶叶、红木家具及各类商务贸易项目等多元化的经营、专业化管理的民营企业集团。多年来，集团秉承多元化经营、专业化管理、科学化发展的经营理念，坚持主业优先、板块互动、创新发展、资源共享、合作共赢的品牌发展信念。2021年开始，湄公永贞集团在疫情大环境下逆流而上，全力拓展万象餐饮娱乐旅游业。集团发展至今，旗下目前拥有4家永贞私厨连锁中国美食餐饮门店，及中老音乐餐吧、糌粑花庄园老挝特色餐饮品牌，另成立2家投资管理公司及湄公永贞精品4星级酒店，完成娱乐旅游产业链的资源整合，为实现集团快速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。永贞私厨来自中国的餐饮美食连锁品牌，舌尖上的乡愁以川湘菜为主，带给您家的味道，儿时的记忆。糌粑花庄园园内种有200多种不同品种的糌粑花树，号称是糌粑花博物馆。湄公永贞精品酒店、永贞餐饮管理有限公司、永贞传媒有限公司。为适应公司未来快速发展的需要，企业核心由中国籍管理团队为主，培养中层管理人才，加快实现老挝籍员工本土化战略与人才孵化功能。欢迎富有进取心、有激情、有梦想、有团队精神的文旅行业精英加入。2022年开始，集团旗下永贞私厨餐饮品牌快速整合各方资源，已经启动永贞私厨连锁加盟招商。2021年2月，集团成立传媒部，抖音、Facebook 网红主播打造，并与老挝各大传媒平台形成深度合作。2022年3月，集团旗下成立投资管理公司，专注于吃喝玩乐住行的项目引进与开发。您有实体，我有团队，可投资可参与，努力打造在老挝中企第一影响力品牌。湄公永贞，欢迎您。